買咗俊傑園 C 單位嘅客人要注意呢條片啦。我哋今次會講返比較多客人留意嘅問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Oscar。俊傑園 C 單位，我哋可以從呢個平面圖望落去，呢個廳係非常之市正，但係比較多客人都想加返個露台，同埋想做返一個飯客廳比較分明。咁今次就會喺門口呢度做一個玄關位。咁喺廳嘅位置咧，就會做翻個露台。咁我哋可以睇睇個效果出嚟係點樣先。咁今次我哋揾咗設計公司做咗個 3D 效果圖。門口呢度咧做咗一個到頂嘅玄關鞋櫃，隔離呢一邊咧就係一個用餐區。咁我哋望一望客廳嘅空間啦。大家最關心嘅露台，我哋都做咗出嚟。我哋採用咗一個摺疊嘅推拉門嘅方式。咁拉開呢個門嘅效果咧，就係咁樣。咁平時如果拉開呢個露台門咧，係唔會影響成個客廳嘅空間感。有需要抽濕同曬晾嗰陣時，亦都可以閂翻埋，非常完美地解決咗呢個問題。咁我哋轉頭會俾你睇翻原先佢未裝修之前嗰個感覺。咁啱啱先講嘅廳嘅位置就係前方呢個位置，可以做一個露台摺疊式嘅趟門。咁如果你有呢一 part 嘅裝修需要嘅話，其實都可以後台私信翻我哋。俊傑園 C 單位如果需要裝修嘅話，我哋而家講緊嘅工期都係2個半月至3個月可以完成。咁我哋再睇多次個裝修效果，一個環繞圖，門口玄關位置，客廳空間，花少少心思設計呢間屋，完全唔同感覺。咁我哋再由另一個角度去望一望呢個客廳嘅空間先。咁如果有需要嘅話，就點讚收藏呢條片啦。再換個角度望一望先。咁啊，輕輕鬆鬆解決咗俊傑園呢個單位問題，有晒裝修，有晒露台，工期時間都唔會話太長。鏡頭前嘅你睇到呢一刻，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可以點擊我頭像喺後台攞聯絡方式，關注晒我所有嘅平台。我係 Oscar，再見。